各位觀眾大家好啦，又係我明鐵哥翻嚟講啲日本嘅 N Scale 最新預訂品資訊啦。今次講下 Tomix 同埋 Tommy 啦，響2025年5月份有啲乜嘢新嘅預訂品出街啊？咁啊，同以往一樣啦，繼續影片之前記住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同埋 follow 我嘅 Facebook page，仲有 Instagram 啦噃。自從放完個長假期之後啦，未公佈預訂品嗰幾間廠咧，都group 埋好似3-4日之內全部都掉晒啲 poster 出街嘅，咁就打頭陣就Tomix 同 Tommy 啦，8號就搞YouTube 嘅發佈會，另外 Greenmax 就9號朝頭早出 poster， 最後12號咧，即係過咗母親節之後個星期一咧。Marco Ace 同埋 Pokemon Delta 咧又掉啲 poster 出嚟嘅，咁Pokemon Delta 咧2個禮拜之內出咗2次 poster， 都其實都算係幾活躍㗎啦。不過今日就淨係講 Tomix 同埋 Tommy 嗰啲先，就 Tommy 咧咁就大概望下先，有1、2、3，大概6套鐵道 collection 製品啦，咁樣就有一套咧13年嗰陣時已經出過呢個箱根登山電車啊，今次最舊嗰批有摩哈1、摩哈2同摩哈3同一時間搞製品化嘅，當中摩哈3咧其實就2013年咧第17彈嗰度已經出現過啦，但係以我記憶所及，好似摩哈1、2咧都好再之前用啲咩事業者限定嗰啲套裝出過嘅，咁就呢一批箱根登山電車，其實就講緊係最舊應該講到係1910幾年，即係啱啱開業嗰陣時嗰一批電車嘅更換車殼嘅版本啦，咁就即係打完仗冇耐，咁就嗰批開業嗰陣時用緊嗰啲木造車殼嗰啲電車咧，就拆晒啲零件出嚟，就笠落個新嘅車身嗰度咯。但係之後又搞過啲零件更新啊，換埋轉向架啊，連車頂啲集電工都換埋啲，有幾多嘢係1910幾年用到而家咧？咁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㗎啦。就今次製品化就摩哈1同摩哈2咧就3架1 set 啦，另外摩哈3嗰2架就另外一個套裝嘅。不過咧而家反而仲服役緊咧，反而係摩哈1、摩哈2嗰3架喎。摩哈3嗰2架咧有一部就97年退嘅，咁另外有一部咧就85年3月退咗，即係退咗成40年㗎啦。咁劏我之後成40年先至搞製品化，都叫做好過冇啦嚇。咁就其實動力化同埋集電工啲零件嗰啲，其實2013年嗰時已經有㗎啦。即係當地今次亦都順便同時間再生產啦。咁所以其實如果10幾年前買咗呢類箱根登山電車，而家想後追翻啲零件咧，就係時候啦。除咗箱根登山鐵道嗰批電車之外，其實今個月 Tommy 都仲有其他產物咧，其實係之前啲核彈啲衍生產物嚟嘅。呢個盤越西線嘅 KIHA E120啦，同埋呢個水運線嘅 KIHA E131、E132嘅零番台啊。兩款車其實都係前年23年8月暑假出嗰套第32彈入邊嗰啲車款衍生出嚟嘅產品嚟嘅。就KIHA E120咧前年出嗰陣時就係現役紫鍵線嘅版本啦。今次25年出呢一套咧就係初登場啦，呢個盤越西線同埋米板線服役嗰個年代嘅版本嚟嘅。就最大分別就係車頂初登場嗰陣時就冇裝到嗰個衛星電話個天線啦。另外車身塗裝就當其時係橙色為主調嘅。就呢批 KIHA E120當年整咗8架啫，好似
都除咗米板線啊、盤繞西線嗰啲之外，其實新式地區都其他非電化路線都有出現過佢哋嘅蹤影嘅，不過係去到後尾新式站搞高架化保安裝置轉咗用 ACSP 之後咧，呢批車因為冇裝到呢個系統嘅receiver，所以係當年去到後期係限制咗運用，就變咗係要其他柴油車夾住佢先上到去嘅，咁但變咗就嗰個運用個靈活性減低，最後撞啱啦紫荊線其他40退役咧，就張亞東日本就成批掉晒過去紫荊線嗰邊，咁就一了百了啦。咁至於呢個其他131、132咧，咁32彈嗰陣時又就出呢個8戶線嘅500番台，今次調翻轉啦。出翻最初登場水郡線嘅0番台嘅，咁其實嗰個車殼八路兩者其實分別不大嘅啫，咁頂盡可能係有啲細節位用印刷嗰度冚翻啲瑕疵咪算數嘅，咁車底件更加唔使講啦，咁其實都係同一 set 嘅車底零件吸上去嘅啫，咁就但係如果心水清嘅朋友仔其實都知道今次製品化呢一堆嘢咧，包括 A 齊出過好多次㗎啦，就算連呢個紫荊線嘅 Kia E120都出咗2次咁多啦，至於米板線年代其實 MA 之前都出過嘅，不過就真車而家唔係呢隻樣啦，咁即係MA 就應該再生產機會就唔大嘅，不過真係如果真係心急想揾嘅朋友仔咪買套 Tommy 鐵嘅頂住先咯。至於 Tommy 鐵應該仲有一款路面電車製品，呢個富山地方鐵道嘅市內軌道線嘅T100型啊，咁呢隻路面電車其實同型號嘅東西其實Tommy 鐵之前出過相關製品，呢個豐橋鐵道嗰隻 T1000啦，同埋嗰隻板界電車嘅1001型啊，咁就同樣都係3節嘅超低地台連接式嘅路面電車啦，咁樣就基本上其實都係車殼模係同一樣嘢嚟嘅啫，咁就純粹係嗰個拉花印刷嗰啲唔同啫，咁即係但係前兩者咧就其實2017年嗰陣已經出過，咁你隔咗8年先至傾到個拉繩，究竟係Tommy 鐵諗住慢慢嚟啊，定還是富山地方鐵道嗰邊唔批拉繩咧？咁真係唔知啦。不過咧呢隻富山地方鐵道 T100咧，以我所知好似旗下6抽車啊，好似每一抽啲顏色都唔同嘅，即係今次出其中2抽咁樣應該陸續有嚟㗎啦，即係好似當年Port Tram 七色彩虹嗰一批咧，咁逐個慢慢出，我諗大把時間佢玩啊，真係咁如果大家要儲的話咧，咁有呢個心理準備，就呢個長期作戰啦。至於 Tomix 嗰方面咧，咁今次N 嗰方面咧，咁就有好幾款機頭類嘅 product 啦，再加啲柴油車散卡甚至係大受歡迎嘅貨卡重出江湖都有嘅，咁不過講 N 之前就講下 HO 先，因為呢個 HO 呢樣嘢都比較有趣啊！呢個583係秋田N1 N2 編成嘅，最記得佢online 發佈會第一樣公佈嘅製品就係呢一樣，咁當其時淨係彈張相同個名出嚟咧，全世界都拗爆頭嘅，即係大家都以為係 N 嗰套92841改版再生產，但冇即係同卡土4月尾嗰張 poster 打對台嘅咁樣，但係望真呢啲價錢點解咁幾萬 yen 咁鬼？原來 XO 嚟嘅咁XO 嘅583係咧Tomix 都好耐冇搞過製品化啦，今次更新完之後，仲要係直接出呢個
最後一抽載客嘅編組啊，秋田 N1、N2 編成嘅，咁就同國鐵版本最大分別就車底啦，咁就全部都係灰色嘅車底件啦。另外咁車頭咧，咁嗰個貫通門咧，咁當年就用燒焊技術就封埋咗嘅，咁但係咧就嗰個Headmark 嗰個位就都 keep 住喺度啦。咁就不過講一個 Headmark 咧，今次呢套HO 版嘅583 N1、N2 編成咧，有幾款專用嘅 Headmark 咧，就獨立 pass 另外發售嘅，即係包括經常出現嘅呢個Waku Waku Dream 啦，同埋會長嘅 Adulina 嗰幾個 Headmark 咧，就今次就唔係隨車附送啦，就另外用獨立 pass optional pass 咁俾大家揀嘅。咁除咗呢個N1、N2 編成之外啦，咁另外咧有套國鐵年代嘅吉行 Kitakuri 搞呢個HO 製品化嘅，不過HO 嘅 Kitakuri 之前好似出呢個係JR 時代嘅拉花嘅，不過今次係出呢個國鐵版嘅時代啦。咁就其實除咗個拉花唔同之外，咁嗰啲車卡其實差唔多，因為尤其是嗰架所謂嘅 A 寢台啦，呢個Sanone 583咧，就應該 XO 就應該第一次搞製品化嘅，因為先前呢架封咗其中一節車窗嘅中間寢台卡咧，一直以嚟都係出 N 嘅啫，咁XO 就國鐵式版本就即係未出過，今次應該第一次。咁但係咧即係出完呢套之後，Tomix 另外宣布國鐵版本嘅583嘅 XO 製品咧，今次就正式終止生產嘅。咁嚟緊會唔會再出翻呢個新版本嘅 HO 583係國鐵版咧？即係嗰啲咩寢台車啊，即係頭等車啊、餐車嗰啲散卡會唔會改版再生產咧？真係比較難講啊！即係真係要睇下 Tomix 之後啲poster 啦。至於 N 嗰邊咧，咁就講新嘢之前咧，咁有兩套都比較矚目嘅東西就再生產嘅。有一套咧就係117係7先翻台嗰架 Rex Express 銀河嗰架寢台版117係咁就當年製品化都俾人搶下一空啊！今次Tomix終於幫佢搞再生產啦！咁如果之前 miss 咗嘅朋友咧，就真係趁機會追翻啦！另外咧，今年年頭退役嘅923型Doctor Yellow T4編成咧，Tomix 年底又話再搞出多一批喎。但係你真車退嗰個月，好似 Tomix 先至出過一批貨喎，咁快賣晒？定還是諗住架嘢退咗之後都冇乜藉口再生產，就順便再出多一次啦嚇。但係咧今次真係純粹再生產嘅啫，完全冇話有啲乜嘢同退役有相關嘅特別嘢跟埋嘅，即係就算係當佢退嗰陣時，車窗黏晒嗰啲咩阿呢格代嗰啲字樣咧，今次Tomix 係冇整到任何相類似嘅東西俾大家嘅。如果想整翻佢最後嗰日出街嗰個樣咧，自己 DIY 啦嚇。啲新產品咧，有一套其實早1-2個月都已經放晒風聲出街，今次終於正式講詳細資料嘅就係呢套剝皮茄子山形新幹線 E8 係啊。就卡土上個月出完 poster 講完詳細資料，今次 Tomix 終於都講埋佢詳細資料嘅。今次製品化同樣都係分呢個普通版嘅基本 set、增結 set 同埋7卡1 set 個嘅特別企劃品啦。特別企劃品咧，一貫 Tomix 傳統啦，預印咗車幡同埋有個特別設
計嘅封面招紙嘅。不過所謂特別設計咧，大家都睇死佢都係同E5、E6啊、E7啊，甚至係講緊呢個近鐵 Hirotoni 啊、Shimakase 蛇嗰隻右上角45度插落嚟嗰隻咁樣嘅CG 圖嘅。咁啊，即係希望唔好俾我噏中咗啦嚇。咁啊，不過今次講開嘅特別企劃品咧，咁預印車翻咧竟然出第一抽啊 G1 編成嘅，即係即係出1號仔又唔係未試過，好似 E7定得，好似 E7。當年限定品都好似係出第一編成嘅，不過咧就當年呢抽 G1 咧，我出街嗰陣時都試咗車好耐先有第二抽 G2 出嚟嘅，都係即係當其時呢抽車究竟係量產先行車定還是係所謂已經係最終量產嘅版本咧？其實我都要上網 check。不過如果 Tomix 咁有把握直接出呢個 G1 編成嘅特別企劃品的話，相信應該同量產車分別唔會太大嘅啫。咁啊，起碼唔會好似 E5 咁樣連個車門都唔同啊嘛。咁啊至於普通版咁啊一樣同E6 一樣啦。咁啊3卡紙盒啦，頭尾卡、中間卡咁啊，一個發泡膠再加個紙盒套住就係啦。咁啊，另外中間嗰幾卡就真結式用個大盒裝住嘅。咁啊就你話有啲咩特點咧？其實大家都估到啦，咩 M13 摩打啊、通電膠嗰啲 LED 頭尾燈嗰啲標準配備嚟㗎啦。咁啊，你問我買值唔值得買咧？都係嗰句，你屋企玩開啲邊個牌子嘅 E5H5 咧？你其實唔使諗㗎啦，你冇得揀㗎啦，除非你我諗大家都唔會咁手痕走去搞呢個卡土 E5 冧 Tomix E8，又要換鈎又要另外買零件咁大工程㗎嘛，係咪先？咁啊正路都買翻相同牌子㗎啦，係咪？嗱，除咗架 E8 之外咧，咪都有其他啲新 item 嘅，咁啊例如呢個都玩開貨列應該都會識㗎呢個黑貓櫃嘅新拉花。咁啊就呢隻宅急便黑貓櫃咧，就當年未正式官方授權製品化之前咧，就雖然響模型圈有好多人 DIY 自己做，但係咧就當年黑貓捉版其實捉得好緊嘅。咁啊就任何二手拍賣見到一個完整嘅黑貓 logo 都會即刻俾人 ban 嘅。咁啊當年係玩到係賣水貼咧都要揾張紙遮住半邊 logo 先出街嗰種，甚至係玩到呢個買支水送呢個黑貓櫃嘅拍賣都見過啊。咁啊呢個情況直到係Tomix 攞到黑貓嘅拉繩出N scale 製品先至叫做完結啊。咁啊我記得當年玩到兩隻黑貓櫃再加埋隻Corky 貨車，好似講緊唔記得6000定9000 yen 一架，當其時講緊7算啦，400幾蚊400幾500零蚊買兩隻貨櫃連埋貨板，其實都唔平嘅真係。咁啊今次咁隨住黑貓佢啲貨櫃由綠色轉用銀色咧，咁啊今次 Tomix 都隨住時代嘅步伐咧，咁都出埋新版本嘅黑貓櫃新塗裝嘅 N scale 製品啦。咁啊就先前買咗一籮黑貓櫃嘅朋友仔，今次見到隻新嘅黑貓櫃會唔會又發晒狂咁買10幾日盒翻去踩一條專鏈咧？我唔排除冇呢個有呢個可能性啊嚇。所以不過咧玩貨列嘅朋友仔，我諗香港都唔係話特別多嘅。不過點都會有啲人買一兩隻翻嚟趁墟都有可能嘅。今次個製品化名單入邊咧，唯一一架係私鐵類 First Setter 呢個天龍湖不明鐵道TH2100型嘅標準拉花嘅。咁呢款車先前搞製品化係咩？
EVA 彩繪啊，咩搖曳露營動漫彩繪啊咁樣，反而原裝拉花咧就一直都未出過嘅。跟住望翻個真車嗰個車隊咧除咗標準拉花之外，都仲有好幾款啲咩商業廣告啊，啲咩汽車品牌啲廣告嗰啲，甚至嗰啲咩政府嗰啲宣傳廣告都好似有嘅。不過咧就我唔知 Tomix 係唔敢啊，定還是攞唔到 license 啊，所以嗰批就一直都冇出過，反而直接出翻呢個原裝拉花咁得。不過咧就相對先前嗰兩部咧，今次就冇預印到車翻嘅。不過咧就隨車附送咗一份車翻掛貼嘅。咁啊收錄嘅內容咧就係齊晒成個車隊14架車啊，2101到2114全部車卡編號都包晒嘅。咁就即係你想整邊架買左邊架就掛邊架嗰種啦。咁顛起上嚟你買晒14架翻嚟砌晒成間公司嘅車隊出嚟都可以嘅。不過有冇人咁做？香港未必有，日本可能機會大啲。咁就至於個配備，其實都係同先前嗰兩個彩繪一樣嘅啫，純粹係個殼嗰啲印刷唔同嘅啫。咁基本上你可以擸埋先前嗰兩個彩繪一齊嚟玩嘅啫。另外有啲即係其實喺附近行過嗰啲路線嗰啲車，其實Tommy 企喺 Tomix 都有出嘅。咩遠州鐵道嗰啲咩10型20型啊，你甚至講緊JR東海嗰啲咩313係㗎，嗰扎都有嘅。如果真係拼埋一齊嚟玩，其實都好多關聯嘅產品嘅。不過就睇下即係大家個銀包夠唔夠深啦，即係其他相關嗰啲嘢會唔會一次過買埋啦？今次呢堆製品入邊咧就有一堆其實可以當一個 package 咁樣介紹嘅，就主要都圍繞翻群馬車輛 Zeta 嘅客車同埋機頭群啦嚇。就話説其實舊年年尾咧，群馬車輛 Zeta 嗰邊一堆團林專用嘅機頭咧就全部同一時間都話退役嘅。就當年都嗰陣時就都搞嗰啲特別 event 去俾啲鐵路迷去影佢搭佢最後一面咁樣啦。就 Tomix 今次就係幫呢一堆嘢搞製品化嘅。不過講嗰堆機口之前，咁就講翻個主角嗰隻客車先啦。呢個12係啦，群馬車輛 Zeta 嘅6卡 set 嘅。其實咧就係2012年呢套92843嘅更新版本嚟嘅。其實12係客車冇動力冇成，仲要多13年前出嗰陣時嘅 LED 尾燈，其實你有啲咩嘢改咧？根據翻 Tomix 官方資料提過啦，當中有2卡咧，其實嗰個車卡編號個位置咧調咗位嘅，喐過嚟嘅。今次2025年呢套咧咁就即係跟翻而家真車個樣重新印過啦嚇。另外啦個車尾嗰個氣喉位咧，今次Tomix 就另外開發一件新嘅氣喉組件配合翻個 TN 扣使用嘅。而呢件新嘅氣喉組件咧，嚟緊好似12月咧就會獨立發售嘅。先前有買過其他12系嘅朋友，其實可以用呢條氣喉散件幫自己旗下嘅12系客車 upgrade 嘅。不過咧就呢套新版同先前92843有一個分別咧，就係當年92843咧係有第7卡車嘅，就係呢個蒸機專用嘅伴奏車啦，我12嘅。但係咧今次2025年呢套咧就冇
冇呢架奧雅12嘅，淨係得嗰6架載客用嘅12日客車啫。咁啊想攞新版製品去客車最呢個精機嘅朋友仔要留意翻呢一點啦。嗱，講完抽客車咁就都要講埋之前拖過佢嗰啲機頭啦。咁啊，今次Tomix 響5月份呢堆新 item 入邊咧，咁啊出一架 EF65啦，一架 EF64啦，咁啊另外仲有2架 DD51綁埋一齊出嘅。咁啊就講呢套先啦，呢個88翻台啦，842同埋895嘅套裝嘅。咁啊呢2部機除咗係即係群馬車輛 Sector 入邊少數嘅柴油車之外咧，亦都係JR東日本現存2部天皇專列專用嘅柴頭嚟嘅。咁啊就本部機842啦，同埋呢個後備機895呢2架嘅。咁啊就一講到天皇專列預兆式樣嘅 DD51，大家都估到其實呢架嘢啲細節位就同一般 DD51就都有啲唔同嘅。咁啊就最簡單即係最基本就係個車頭隻鈎同埋車頭啲扶手全部都油咗顏色啦。咁啊另外車頭即係擋風玻璃前面嗰支柴油引擎排氣嗰支煙通咧，都油咗顏色嘅喎。咁啊另外呢2架車當年有裝過呢個衛星電話嘅天線，但後尾拆咗啦，而家得翻個底座喺個車頂嗰度嘅。不過講開車頂咧，呢2架車個車頂咧原來都有啲唔同嘅。咁啊另外啦，車頭扶手嗰啲擺位咧，原來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今次 Tomix 出呢2部機咧，就亦都呈現翻呢2架車細節上嘅分別啦。另外起冇做翻相應嘅 pass 擺落去嘅。咁除此之外，咁另外好似話側邊佢當年都預兆式樣嗰陣時就裝嗰啲排氣網嗰啲實驗網啲特別device 咧，後尾冇做預兆機之後咧，咁啊有啲嘢拆咗，咁啊有翻個痕跡喺度嘅。咁啊另外車身帽就特登開個新帽，就專係整翻呢2架車用嘅。咁啊淨係呢一堆嘢都睇得出呢2架 DD51其實 Tomix 都抌咗好多資源落去啦。咁整完退役時期晚年版本，後尾之後會唔會出翻天皇預兆服役年代嗰個樣㗎喂？如果係就發達咯。或者嗰2架機頭咧，咁65就有趣啲嘅。咁Tomix當年起呢個帽嗰陣時咧，佢嗰個車卡編號咧就唔係用號碼牌黐上去嘅，係用掛貼嘅形式俾大家掛上去嘅。咁今次雖然架501號機咧就雖然係預印咗 number，但係整出嚟個效果就同其他用號碼牌嗰啲機頭對比就好明顯啦。咁一個平面上面嗰啲唔係咁顯眼嘅顏色去印個 number 上去嘅。咁話說呢架501號機咧，亦都係 Tomix 第一次整呢個500翻台 P 型嘅初期版本啦。咁同先前量產過嗰啲車種咧都有啲唔同嘅，真係今次亦都響官方文件都講明㗎啦。咁呢一堆細節位咧，用翻新嘅零件模去呈現翻，包括排障器嗰啲設計啊，同埋尾燈突出嚟嗰個樣咧，全新模嚟嘅。咁變咗今次即係Tomix都為咗呢一堆群馬縣機頭咧，都抌咗好多資源落去啦。咁樣就即係可見將來會唔會有其他指定 number 嘅機頭會另外整個新模俾佢咧？呢個可能性唔低嘅，不過佢回唔回到本就好難講。最後介紹埋呢架64啦，屬於1000翻台嘅 top number 啦，1001號機嘅國鐵式版本啦。1001號機我諗響 JR 最活躍個年代咧，大家嗰個心目中都係當其時嗰個
啡色做底色配條白色橫間嗰個版本嘅。咁啊，但係咧其實真車喺2017年嗰陣時就已經轉咗所謂嘅復刻角鐵色啦。咁啊由翻最傳統嘅藍色配忌廉色嘅塗裝咁樣嘅。咁啊啡色拉花就搬咗去另一架機嗰度嘅。咁就今次Tomex 搞製品化就係真車萬年期啦，17年到24年11月退役之前呢個樣嘅。咁啊就都個車身模就屬於前期型載客版本，即係客車用機版本嘅1000番台為準啦。咁啊就都 keep 翻唔少嗰啲客車用嗰啲針牌啊，或者嗰啲指示燈嗰啲 pass 嘅。咁啊就今次呢架1001號機咁都係用翻最新個 spec 去做啦，即係咩 M13 摩打車頭配隻象徵 size 嘅假鈎啊，同埋電球式嘅 LED 燈板呢啲標準配備嚟㗎啦。咁都同而家嗰啲機頭差唔多款啦。咁樣另外啦，咁除咗呢架群馬縣即係嘅群馬車輛 Zeta 嘅1001號機之外咧，咁Tomex 亦都同一時間推出所謂嘅後期型版本嘅EF64 1000番台啦。咁相對1001號機嘅今次後期型製品化嗰隻係講緊1033打後所謂貨運用版本嘅。咁頭先講嗰啲客車對應嗰啲咩針牌指示燈嗰啲全部都冇嘅。咁另外車頂嗰個嗰兩個突出嚟嗰個箱嗰啲物就同1001號機又有啲唔同喎。咁JR 東日本好似後尾改裝嘅大件嗰陣又封咗某啲窿咁樣，就變咗係另一件 pass 嚟㗎啦。咁就其實呢個後期型嘅1000番台咧，其實2020年出過一次啦。嗰個版本咧，今次亦都宣布 Terminator 唔再出㗎啦，停產㗎啦。就望真啲，其實今次呢套咧，佢揀嗰3個 number 咧，1051、1052、1053咧 ，exactly 係2020年嗰架舊對上版本嗰個後期型64 1000番台製品嘅零件嚟嘅。即係其實number 都係嗰3部機，不過係後啲車身同埋摩打嗰啲有啲嘢再改嘅啫。今次除咗啲個號碼牌之外，亦都附送咗啲比較特別嘅head mark 咁樣啦。就俾你重現翻某啲特別指定班次嘅，包括呢個咩新式站開業120週年紀念號嘅。就係呢班特別班次咧，就係用另外俗稱高奇舊客嗰抽啡色巨型客車嘅。就如果要重現翻呢班特別班次的話咧，麻煩大家去二手市場或者啲模型鋪度揾翻嗰套舊版製品啦嚇。咁今個月 Tomex 嘅預定品重點唔使講，都係嗰架群馬縣嘅客車嘅全餐㗎啦。你架客車事隔13年出呢個更新版，另外再楞是但嘅機頭點都走唔甩㗎啦。至於山形 E8咧，先前即係雖然遲過卡土公佈詳細資料，但係咧都係嗰句，你如果你係儲開東北新幹線系列嘅朋友咧，我相信買邊個牌子唔使我介紹㗎啦。你手上嗰抽 E5係邊個牌子，你自動幫埋堆㗎啦，唔使我點講嘅。至於 HO 嗰架583咧，尤其是秋田 N1 N2咧。佢搞製品化其實有少少意外。始終你就算 N 嗰套都講緊出咗10幾年，連真車都退咗一段日子，甚至乎中間嗰2卡去咗台灣收藏，連成為話題嘅時段都過埋啦，你先嚟搞製品化，仲要係出 HO 咁大價，真係意料之外咯。即係難得地原來 Tomex 冇忘記過佢嚇。
至於國鐵式嘅 Kitakuri 一直以嚟都就算之前 Tomix 出 N 咧，都係用限定品名義出嘅，咁今次 XO 難得地係用普通製品嗰個名義推出，有少少意外啦嚇。雖然Tomix 啲 XO 再生產嘅機會咧，就好似唔係好大咁真係訂完就冇㗎啦，但係始終你 XO 個市場就相對地冇 N 咁大，其實每套新 item 你當限定品咁處理對待其實冇分別。至於 Tommy 踢嗰堆咧，真係今次嚟講，我覺得一般般嘅啫。尤其是你雙根登山鐵道，講真，其實10幾年前已經出過一水㗎啦。真係當年 miss 咗或者遲入坑嘅朋友先至可以考慮下咁啦。至於嗰兩架柴車就其實 MV 出過咁多次，要賣嘅都賣晒啦，係咪？今次 Tommy 同埋 Tommy 聽啲講到呢度啦。之後Winmax 同埋 Mako Ace 仲有 Puma Delta 第2張 poster 嗰啲嘢咧，留翻在之後嗰2條片慢慢講啦。係咁先啦，拜拜。